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博耀口腔沙頭角店毛醫生。今期呢，我哋講一講成日甩牙，經常甩牙係唔係自然現象？點解會甩牙？首先呢，老一代嘅思想觀念當中呢，甩牙係長者嘅專屬，但係呢，今時今日唔係㗎喇，好多青年期、中年期，甚至呢，好多係十幾廿歲就開始甩牙。我哋講一講。首先呢，女仔喺結咗婚、陀 BB 嗰個期間呢，佢會容易甩牙。我有個客呢，喺陀 BB 之前過嚟洗牙、檢查牙齒，但係喺佢陀完 BB、生完 BB 之後呢，個牙齒甩到8隻。呢個係咩症狀呢？因為女人呢，喺陀 BB 過程中，身體嘅各方面呢，嗰啲激素係亂咗嘅，有啲 BB 吸收營養比較快。佢可能會影到個人體嗰啲骨質流失，骨質流失之後呢，嗰啲牙槽骨呢個密度就減低咗，咁樣佢可能會甩牙。第二呢，青少年呢有個叫牙周病，前幾期我講咗噶啦，有一個叫青少年牙周病。呢個症狀呢係特別係讀書中學或者高中啲小朋友比較多呢個現象，因為讀書壓力大啊，嘢刷牙唔夠乾淨，家長唔重視小朋友嘅牙齒健康狀態，從來冇帶小朋友去牙科定期檢查牙齒，慢慢出現一個青少年牙周病。仲有一個中年期咧，呢個係好多人有嘅，香港朋友好，或者我哋內地啲朋友都好多，因為中年期間咧，大家為咗事業拼搏，捱夜又好，夜生活又好，或者食嗰啲食物激素性嘅辛辣嘅嗰啲食物食得多，好似內地啲小朋友好多朋友食啲檳榔呢啲，佢都會影響到牙周問題。好多朋友咧喺30、40歲、40、50歲咧，佢就慢慢開始鬆噶啦，甚至有啲朋友甩晒嘅。仲有一個老年期，呢個係無可避免嘅，因為牙齒喺幾十年嘅使用當中咧，佢會不停咁磨損、琺瑯質破壞，同埋以前生活壓力大，口腔衞生冇注意咁好，仲有各種各樣嘅個身體基礎病出嚟啦，佢都會影響到有牙周病，然之後造成甩牙。呢個係無可避免，但係咧，大家一定要記住喎，定期1年到牙科檢查一次牙齒兼洗牙，咁樣咧可以保證到你依家牙齒係咩情況，10年之後牙齒係咩情況，可以減少甩牙嘅機率。好啦，今期咧就為大家講解咁多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